屏东的港口茶栽种，最早是在赤牛里，然后慢慢的移到老佛山。那当时的县太爷周有基，他非常想喝茶，所以命令他的部属朱敬怀，他的祖先，来到了港口茶区这个地方来种茶。当时茶种的时候都种不活，所以当地的茶农就服软请示这个土地公，在茶山这个地方来种茶。那于是就在茶山这个地方种下了港口茶。面前也为好泡茶，上固定6线嘅茶里行茶量量欣赏，以後用茶里行嘅方式一來了，年年天天茶里行茶來到滿族鄉嘅客家中港口村，一路上兩神就得看到河谷平原同竹樓樹山，中空嘅自然環境同人文體驗，直接本眼能看到冬天冷有嘅落山風。我们屏东港口茶区的茶园，它主要就是因为要防止落山风，所以这里的茶园会种在防风林里头，那望向大海，是台湾最有海味的茶。造成港口茶嘅特殊風味，第一係因為冬天有落山風，風本茶上嘅速度變較降慢，故所也未能做得吸收過度嘅養分。第二，茶山大海拔，一搶有300公尺，加上日頭長時間地曬，也未做得進行光合作用，安尼養分嘛過多。第三，靠海風帶來過度嘅氧，本也被加過盤，故所有3種特殊能量嘅加持，本港口茶加過香，同時密西嘛加過特別。我們這邊就是熱帶茶，太陽大。風又大，那個落山風來了，好大。是以前我們的祖先從大陸來，就住在這邊啊。他和那個縣太爺有那個熟悉，他就從大陸拿茶葉來這邊給我們祖先他們種。根據這個印章，以前是我們不認識字，都不懂這個印章的裡面是那個雪梨種。現在就是從這邊考據出來，就知道是雪梨種名茶。這個印章有那個老山茶譜、恆春郡雪梨種名茶櫻花號。我們這個印章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了。以前在包的時候是1包2兩，就是要蓋這個印章。以前的店就是這樣，沒有這個標誌，人家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家買的。1心2葉。我們這裡採的方式就是用手採的，1心2葉，都要用手，沒有用刀子。那個烏龍茶比較長，它一定要用刀子，因為我們這邊的茶葉那個芽長不高，所以1心2葉這樣採，這樣採。我孫子見嘅，我哋我阿媽他拍面，人家見。這阿媽啦。我這個茶是澆那個最好的水，山上水，沒有污染。上面，上面都是墾丁國家公園保護區，沒有種果樹啦，沒有養雞、養牛、養鴨、養羊都沒有。天下有3種水：泉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下，這就是天下3水。泡茶的水最好就是山泉水。这个茶的特性就是开水第一泡一定要开，在泡的时候要快，看你的茶叶多还是少。要多你就要快点，1、2、3就要倒了，然后3秒4秒就要倒出来。
你若会泡起来很好喝。地海醇后嘅客家粽，含做地批到海嘅米絲，另一味當天嘅講口茶，鹹、腐、澀、醃後回甘，米絲該貼片。聽聽鏡頭，我哋同茶里行者亮亮老師來到萬族鄉嘅客莊講口村，我來拜訪朱瓊雄同朱金生兩個茶農，我來了解一下桃海人嘅鹹茶口味。今日呢，我哋最歡喜有請到亮亮老師來到節目現場，我來同我哋講青島故事哦。亮亮老師你好，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亮亮老師。亮亮老師歡迎。你好。我哋啲講嗬，恆春三寶之一嘅講口茶，喺萬族鄉啲輩青葱葉嘅一啲農作。因為講口村路睇太平洋順，又有落山風嘅關係，故所講口茶口味清特殊，錯嘛嗬。想我了解一下講，一定頭擺嘅嗬，當時讓我開始種入嘅講口茶。當時啊，在港口這個地方哦，就是因為恆春縣令啊，那個周有基，他想要喝這個港口茶，那於是呢，他就命令他的部屬，也是當地港口村朱家的祖先朱敬懷，來到港口這個地方來種茶。不過呢，當時啊，他們種茶的時候，並不是想說那種茶種是比較冷涼的地方種的嘛，對，那帶到這麼熱帶的地方，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如何是好，因為種很多地方都種不活，都失敗了。對，所以當時啊，就請這個當地的土地公，來服卵。好，服卵之後呢，就種在伯公廟後面的茶山上。都會按你種起來嘅。是。喺百工之天嘅蔬菜都炒嘅。沒錯。好，咁我哋第一講嗬，萬族鄉嘅講口村，其實亦係一啲客家移民嘅起落。大部分呢祖先來對廣東、福建嘅片來，咁一定更加曉得講客家人很多嘛。現在這邊的客家人就是其實還是在這個地方生活。那在語言上面呢，他們平常對話已經不用客家話了。冇講下。除了親屬稱謂，會用到客家話，像爸爸、媽媽、是。姑姑、爸爸妹，只有親屬稱謂是用客語，是其他都講河洛話。是，那這邊還有比較特殊的跟客家有關的這個建築的文化，我們可以發現，比方說滿洲鄉永靖，跟港口村這些老屋老建築上面啊，就會有門楣，那個堂號的堂字是放在中間，不用地道，是，然後還有他們會有用到爐人，這樣的一個祖先牌位的這樣的一個特色。那還有再來的話，就是因為他們祖居地啊原鄉都是這些丘陵這些山，所以永靖啊跟港口本身就是一個山腳下的一個聚落，他們就習慣居住在這個地方。好，那因為受到落山風的影響啊，這裡的這些客家建築很有當地的一個就是因為避風的關係，大部分都是背風面去蓋的。那迎風面的這一面牆很多都受到這個落山風侵蝕，一個洞一個洞，一個坑一個坑。對對。按特殊啊，因為人哋環境氣候嘅關係沒錯。我哋講係咪講一定其實仲都係有一啲個特殊嘅信仰，係講茶農有拜一啲日權嘅神明，係咪？因為恆春啊，早期就是受到日本的這個曾經殖民過，所以在日治時期啊，他們就有戰死這邊的日本軍人，一般我們講日本皇軍，那他們當地人為了這些戰死的這些日本軍人啊，就把它立了一個小祠，當成是當地的山神，把它供奉起來，那位在茶園外頭的這個小的這個山神祠，好，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小祠裡面呢，看到這個日本皇民的這個信仰。那比較特別的，我們就發現說，在這個小祠裡面呢，當時我還以為是那個將軍，武營將軍的武營的營頭的將軍啊，結果我鑽到那個小祠裡面去看，發現
他们穿的衣服是日本军服哦，旁边还有那个一只民族的是军服哦，穿军服，那旁边还有一只白马，白马对，坐骑，它的坐骑然后外头呢还为了白马有草料可以吃，还种了牧草。哦，还有种牧草滚拍马是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特殊的信仰，真是个特别哈，是很特别。刚刚你讲起来哈，讲口茶，伊后面已经有这家的菜地花，有这家品种哦，这个品种说来很特殊啦很多人是以讹传讹，都认为是武夷种。那我们知道这武夷种是闽南、闽北地区的茶种。那可是闽北比较冷啊，我们屏东比较热。对，可是热，当时到底要种什么茶种才比较好？所以它的部署回去的时候是找这个安溪的特有的茶种雪梨种。雪梨种。对，那这个雪梨种呢，其实有一颗古老的印章，将近100年的老印章，去证明，因为上面有写。就是雪梨种名茶，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种的是闽南的茶种，安溪这里的茶种，然后陆陆续续呢，因为他们当地的亲戚啊、朋友啊，有些是在中部、北部也有在种茶，慢慢的再把乌龙还有这个武夷种带到港口这个地方来种，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当时种的时候都是用种子来种，那种子彼此互相它有那个杂交的情形，所以现在种的大部分是杂种茶。杂种茶，那它有一个名称叫石茶，石茶，那这个杂种茶就成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港口茶种，是。各位观众朋友。唐海亮亮老师讲的按道历史故事搭地方的特色以后，下面同我共用，请想我了解一下茶用来对茶树当下人的栽放有是把含含的秘史的茶心呢？接下来，我哋都谈谈亮亮老师继续来看一下神奇的制茶间。站在港口这个地方看过去的，就是整个是大海的景象啊，又有落山风，躲在这个防风林里面，所以我就跟这个朱金城阿伯说啊，说为什么要跟阿里山茶比呢？我们这边的茶有海风的味道啊。喝茶过后，人人天天茶农回到办山牛尾嘅茶间做茶，做供口茶嘅方式，会因为地方环境嘅问题，同做一般嘅高山茶方式冇相同。所有嘅茶米都会自家做自家卖嘅，茶米嘛会因为做茶师傅嘅传承，做出来嘅茶会有冇相同。我们从茶园采下来呢，我们这个步骤就是要萎凋。我们这里呢，太阳太大的关系呢，所以没有做室外的萎凋，做室内萎销。因为萎凋的时候，就是要把茶在室内把它均匀的给它甩过去，就这样那以后萎凋的程度才会很均匀的这个就是早上采的，已经萎凋好了，它花香的程度，你现在闻的话呢，香味就不一样。这个茶叶萎凋的程度就是看它花香，它茶叶的叶面有这个聚储，它走香就是从这个聚储里面把香味跑出来，我们可以闻得到。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木梳，这个聚储的旁边呢会发黄。从山上那里采回来，就是放这个阴凉这边给它睡眠1-2个小时，它就发酵香起来，香起来你的染采。10分钟你就要杀青了，你没有杀青，那个香气就跑光了。这个时候把它杀青，
保住这个香味不要散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都已经发酵好了。我们没有电脑，我们的电脑在那里，在头上，鼻子、眼睛、手，这个就是特点。哎，温度几度，我们手伸出去就知道了。鼻子闻一下，哎，这个香不香？可以柔软了，还是怎样？就是在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电脑。为什么要给它炒呢？给它炒，它会比较软，茶叶会软，完了以后你在揉捻的时候才不会碎掉。我从小手11岁就开始做茶，到现在，因为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60年。这个温度，我们是用手感，做习惯了，我从来没有快到一锅都没有。杀青那个火要大，杀好要柔软，柔软再下去那个再烤，这样就可以出来。茶的形状，所以它已经熟了呢，吼。手是没有死了，还没熟吗？就是我把它揉成揉捻成条状。今晡日田田茶里行茶陈良辰行业客家中，天意干茶囤鸡料，用主动体油去米西的港口茶。林的同时，佢将感受到动体油的乐山风。可以米西同客家先民的生活智慧。我哋啲讲茶心一直係最重要嘅經濟作物，相信對港口村嚟講，嘛係重要。故上我哋更加嚟請教一下亮亮老師，更加好港口村裏邊睇種茶嘅茶農搭土地多麼？哦，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种茶的那个面积蛮大的哦。那因为日本人他会想要把我们的港口茶带回到日本去，所以当时有鼓励这个港口村的茶农来种这个茶。那国民政府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整个观光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这个港口茶的经济的栽种哦，所以成为恒春的三宝之一哈。那不过因为往后喝高山茶的人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了，所以港口茶就因此这样慢慢的没落了，就比较少茶农在种这个港口茶。最多的时间，最多的时候，最多的时间大概是就是几户在种吗？10多户，有10多户，然后好几十甲地，哇，好几十甲地。好古时候都给时间都变得比较少，就是没落，慢慢没落了。在整个观光产业发展起来之后，还有高山茶的影响，它就慢慢的变少了，栽种的那个数量就变少了。是。咁更加係因為亮亮老師的推動，古手能慢慢的回來嗎？没错当时就是因为我帮忙去推这个在地的港口茶，所以看到我的朋友都会说啊，你是港口茶一哥，港口茶一哥，对，那这个港口茶当时问到这个朱家的茶农朱金城阿伯，那朱金城阿伯跟我讲说，他们当地的茶没有办法跟阿里山茶比，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要跟阿里山茶比？我们对啊，我们站在港口这个地方看过去的，就是整个是大海的景象啊，又有落山风，那这个地方的茶园又跟阿里山的茶园不太一样哦，它是躲在这个防风林里面，所以我就跟这个朱金城阿伯说说
为什么要跟阿里山茶比呢？我们这边的茶有海风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用海风味，这个海雾茶，这有落山风的海味茶，来推这个港口茶。哦，古时候人家种茶也慢慢的过来耶，是，有就有比较多的人在种茶。那这个就是特殊的，我们满洲这个地方很特有的，全世界可能海拔最低的这个港口茶。哇，按特殊呢哈，是非常的特殊。刚才讲起来，一定按一年呢数上可以数一斗拜，收成方面大概一年呐。我们南部的茶区港口茶区啊，跟中北部比较不太一样哦。它一年可以6收，6收，才收6次。可是为了不让茶树那么劳累啊，所以一般可能会调整到4收。然后2次让茶树来休息，来休息。是，那最有海洋风味的2季的2次采收的茶呢，是6月白。好，那再来的话就是10月10日过后的鹰仔茶。幽口茶。那6月白就是茶叶上面会特别的白，展现那个跟大海有关的那个色泽。黑氧是盐巴吗？是带一点盐巴。然后因为季节的关系，让它灰绿的。那鹰仔茶，我们知道10月10号是那个垦丁满洲这个地方，有那个灰面鸠，会飞过来这里。所以采茶的同时啊，天空就有满满的飞面鸠在这个地方飞。是的，感觉很漂亮。对，所以他们特别把这个季节的茶称作为鹰仔茶。是。刚才den提讲，因为恒春伊的天气变化，是，其实佢睇天气变化大，那茶农一定要维持个茶的品质，要维持品质，应该是真大的考验哈。真的是非常大的考验了虽然叫恒春啊，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春天后母心啊，那就是天气变来变去的。那变来变去的，变成说。当地的茶农他就有智慧啊，他要去因应这个环境气候，去找到最适合制作港口茶的这个技法。所以他们当地啊做出来的茶就非常的有地方的这种特殊的风味。我们喝到港口茶就会有海洋的那种海风味。刚刚我提到的6月白跟鹰仔茶。所以这2个季节是最有海的味道的港口茶。再来的话，还有这边的土质是那个老古石。所以我们喝到茶喝到最后的时候，还会有那个矿物的风味产生呢。是。然后当地茶农他是把这个味道称作logo酒味，老古石的这个味道，很特别。是。像我哋提供茶有分可能分红茶、绿茶、乌茶、黄茶同白茶，也按多种。咁我哋呢港口茶，可以做按多哪一种茶？可以做哪一些种类？在传统上就是因为客家移民的关系，所以在港口这个地方也传承了移民的这个技术，所以当时他们做的是闽南的这个乌龙口味的港口茶，然后在日治时期呢，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朱金城阿伯他就跟我提说过，当时啊那个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因为喝到了他们这个茶，觉得这种比较重发酵的乌龙茶，他们不是那么喜欢那于是呢，他们当地的日本的茶农有曾经教他们的祖先他爸爸来制作这个绿茶。所以现在港口茶有2个脉络一个是传统的做成乌龙茶口味的，另外一种就是以绿茶的制法做出来的港口的绿茶。那现在还是一样主要我们来到港口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喝得到这2种主要的特色茶类。那再来呢，我因为觉得说哇，在太平洋的那个旭日啊，非常的美，超好看的所以我就曾经辅导这个地方的茶农来做这个红茶。那我们把它命名叫旭日红茶。因为日头风，所以旭日红茶。很美是，不过这里的茶喝起来就是会有咸咸的海洋的味道，它是一大特色。不管你做成什么茶类，亲难想象呀，呢米是呢海米
大部分呢，我哋食的茶呢，都係高山茶同港口茶切冇共用，我都冇食過港口茶。下一趟呢，我哋呢亮亮老師攞來帶我哋泡一壺好茶，教我哋用嘅品嘗香味。对，都会用着这个盘花，放上新丁花，然后拿去冲牙。是，所以我今天在茶席的整个布置上面，我就会拿这个具有客家风味的这个花朵来点缀整个茶席。喝茶的同时，更能够品味地方的这个环境的美学。啊，真的是一整个概念哦。今日亮亮老師特別帶嘅伊嘅茶陶器來到節目現場，我來為我哋示範用嘅泡茶。亮亮老師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嗎？好，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所使用到的这些茶道具哈。以往我们在泡茶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的茶壶。那因为我在地推广地方美学，所以我会希望说泡我们这个港口茶的这些茶道具啊，是可以有海洋意象的哦。所以你看这把壶就像辜老师，没错特别请我们在地的工艺师去帮忙设计打造出来的哦。还有像这个看起来像不像港口茶的颜色啊？有枪哦。好，这个也是海洋的一个意象。我们从茶来发展周边的茶道具。那我又找到一个更特殊的这个茶道具。好，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海螺。是，没错这个是月光龙螺。那这个月光龙螺只有在我们的东海岸因为它的原产是在菲律宾、绿岛还有兰屿这个地方的海域。那它死掉之后呢，这个大海螺被吹到这个海岸上了那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器具啊，就很符合我们去推广这个港口茶，当做是一个茶的道具来泡我们的港口茶有海味是。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港口茶是绿茶的做法，它是6月白。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那这个港口茶怎么选好的港口茶呢？我们看到一定是这样的条索状的这是最传统的一个做法。还有它的颜色一定要5颜6色的因为它是种子繁殖当地人称作杂种茶的这个港口茶，就是越杂越好是。那因为它海拔不高，平均海拔只有30公尺而已所以这个味道就会非常浓厚，苦涩咸是这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泡我们的这个今天为观众朋友们准备的这个港口茶那我们先把这个茶叶把它置入到我们的月光龙螺里面，把它放进去再来这个水是沸腾的在注水的时候我们要放慢速度就是借由注水的时候来降低这个水温因为90度以上会涩那80度到90度之间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涩那我们就注水的时候轻轻的注水。哇，茶葉打開來呢是的。然后注到7、8分满，那就可以了。好，然后用一个小碟子，因为这个没有盖子螺没有盖子，把它稍微盖住。好，那等一久是大概等20秒左右就可以。20秒？对，这就可以。对，是的。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茶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茶海里头
这个茶就可以喝了哦。哇，有個色鬼腦呢？是。哎，觀眾朋友哋看有個茶色，哦，有個色很強哦，很綠，綠色的綠茶。真是有些把鹹鹹呢，有鹹鹹的味道啊，真的真的，還用頭都講那個石頭，石頭的米是白的，哈，海苔的味道，没錯哦。當時啊，我們就是用海洋的風味去推廣我們這個在地的港口茶。那當時茶農們他就會去喝品這個茶的時候，去連接到茶跟環境的關係。所以他們就知道拿到一個好的方法來推在地的港口茶，就是要有它的特色，海洋的風味。那真是的呢，是沒錯，有海的米系呢。對，所以我們在像我在屏東茶的教學的這個方面呢，就希望說，在地的這些元素啊，放到我們這樣的一個飲茶的環境。對呀，像我覺得老師你泡茶好像很講究哈。這個是茶道地方的風味哦，對，還有就是每一樣茶道具都很有它的特色。沒錯，它都其實背後有一個小故事。是，有沒有個故事？我們看到這個水坊前面的這個是什麼花？你知道嗎？新燈花。知道為什麼叫新燈花嗎？哎呀，這個問我就對了，就是我們客家人呢，就是家裡面如果有男丁出生，對，滿週歲的時候，要去拜拜，是，然後呢那個貢品上面要插那個新燈花，對，這也是我到客家聚落發現的一個特色哦，就是在客家的聚落，在內埔啊，六堆一帶，都會用着這個盤花，放上新燈花，然後拿去沖雅，對，拜拜，然後它有那個添丁的意思。添丁是，所以我今天在茶席的整個布置上面，我就會拿這個具有客家風味的這個花朵來點綴整個茶席。是，還有再來的話，你看，這個是什麼東西？哈公。沒錯哦，因為為了要有海洋的這個意象哦，所以你看我們的茶的道具啊，會盡可能從港口這個地方出發，去找相關的元素，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空間裡面來，這個茶席的布置裡頭來，所以讓它喝茶的同時，更能夠品味地方的這個環境的美學。真的是一整個概念哈，沒錯，完整的海洋的概念。對，所以我們就是用海洋的概念來包裝這個當地的港口茶。除了有海風味，連我們喝茶的環境也要海洋的氣息。真的。是。再來裡面比。好，再來喝一。對。除了這個。在品茶的這個過程中，透過茶我們可以品到這些環境的氣味之外，那像茶道具也是嘛，那整體的一個茶席的一個營造，我們也是可以把地方的特色帶進來。是。那當然，身邊的所有的道具，我們都可以運用，比方說剛剛的這個碟子，還有。這個是我們在茶道具裡面使用的這個茶則。那這個木頭呢，是六堆的工藝師幫忙製作的。那我們選用的這個木頭是漂流木。那這個是苦楝樹，苦楝樹。對，是苦楝樹哈，苦楝樹來幫忙，就是去用那個道具去車，把它車成一個茶則，方便我們放茶。加奶呀，因為你剛剛拿起來，我就聞到。很香的香氣，對，因為你都是用這個在裝茶。裝茶。好，那整體上面為了因為是泡港口茶嘛，所以我們要呈現海洋比較清爽的感覺。是。所以今天我們用的杯墊跟杯子呢，你看它的顏色也是跟我們的綠茶、港口茶的顏色是相近的。那這個
边这个是茶叶罐，好，那茶叶罐，好，用竹给做的哦，是用竹子做的，那这就是刚刚我们泡饮的这个港口茶哦。你看这里，老师做起来真的很优雅哦。是，你用滚的，泡面要细致。对，因为一般我们都是你是用滚的。对，所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茶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我们可以培养在地的小朋友有气质，真的耶，很优雅，抒发生活上面紧凑的压力，在喝茶的这个环境里面更能够放松，更能够品味在地风味，然后同时借由喝茶来休闲。哇，真的是太棒了，观众朋友，透過嘅茶呢，我哋唔單止呢可以識到地方嘅風味，還可以感受到做茶師傅同亮亮老師嘅人情味，還具有客家嘅風茶精神哦，神範美學都睇下地度誒。他今天可以去喝到女兒親手泡的一杯茶，所以當場這個家長，而且是男生，爸爸，他當場就是眼淚就滑下來了，我也跟着眼淚就掉下來了。那個情境，那個情境非常感人，非常感人。能行業勝利介紹嘅茶套課，利用接觸自然嘅方法，帶定新人嚟學習品嘗同清醒。看一條茶壺、茶杯嘅布擺，就做得看出亮亮欣賞嘅用心。好，那今天要跟大家上一堂生活美學的茶課哦。那老師會特別介紹說，我們這些茶道具是在怎樣的一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觀察去轉化，把它做出來的。知道這個是在做什麼用的嗎？放茶葉。哦，真好哦，就是放茶葉。啊，這個呢？放水發，放水發哦，水發哦，所以我們發現到，其實我們很多的茶的道具或是佈置泡茶的這個場所啊，我們就會用我們周邊可以看得到的大自然的種種的這些植物的元素材料運用，把它展現在我們這個泡茶的空間環境裡面啊。那待會我們就要去幫他來找一個杯墊。橡膠樹下面，這裡感覺蠻厚的，對不對？如果它拿來當我們的杯墊，適不適合？可以啊，如果打翻，它會翹起來，會亂翹。你杯子放上去就會怎樣？滑下來。你感覺是太大還是太小？太大。太大了，是不是很平？對。好，你看這樣來比，是不是平很多？對。好，每一個人幫忙採一片葉子，只要採一片就好，每一個人採一片就好。和亮亮老師認識大概已經2年多哈，那我們讓茶這件事情跟我們的自然環境做結合，那小朋友呢也體驗到說，哇，原來我身邊可以用茶變換出不同的茶席。我用的這個茶席呢，它有一個名稱叫做賣茶翁茶席哦，那就是說，即使是菜市場裡面的小角落，那個賣茶翁在菜市場裡面賣茶，他就是希望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貧富貴賤，都可以喝到一杯茶。我覺得喝這個就是有點古早味，淡淡的古早味的紅茶香。再過幾秒鐘以後，我覺得有一種甘甜的口感，然後就是會有一種那個回甘的感覺，那個茶香會飄進那個鼻子裡面，然後就是很清爽。我覺得喝完第一口茶就覺得親近大自然，然後
喝完最后一口的时候，我觉得嘴巴里就有茶香的味道。我喝第一口茶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那个茶味很香，会在我嘴巴里。喝完最后一口茶的时候，最后会有那个回甘的味道。然后我觉得真正好喝的茶不是加香精才会香，是大自然的香味让你觉得很香。一杯茶嘅分享，帮助人人之間嘅距離，書香傳來嘅文土，係泡人講口茶嘅商業文化。家庭成員呢歡喜嘅唐人故事，令人書中嘅杯小暖茶，也總佢都係按簡單幸福。今天星期三，猴子去爬山，爬到阿里山，阿里山上有茶香，茶香芬芳又美味。頭到我哋睇 VCR 地背，看到亮亮老師睇學校嘅教生人嘅茶文化，有條生人呢全部關於來路，佢歡喜呢嗬。是，他們很高興可以學茶。哦，家想去請問一下亮亮老師，嘅當時有冇開始去學校嘅教生人呢？哦，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回到屏東來教這個茶？其實我發現，當時我們在屏東比較偏鄉的這些小朋友啊，其實比較難得可以喝到一杯好的茶。沒錯。再來的話，就是因為我們屏東也有種茶，就是這個港口茶，還有大武山上的這個野生茶，所以借此我也是去推廣我們屏東客家的種茶的這個精神，奉茶的精神，所以我們進到了偏鄉的小學來教這個茶美學。那我們運用很多在地的一些材料跟元素，在課程裡頭的規劃，也是像教小朋友就會用扮家家酒的方式啊，茶席家家酒來帶領他們去認識自己的這個環境，在地的環境。透過在地的認識，收集了很多在地的這些材料跟元素啊，把它放到茶的教學裡面，茶的教學裡面。那教過的學校有這個土庫國小，還有響潭國小。那在屏東市呢，就有信義國小，還有勝利國小。是，按照學校來教哦。是，所以我們結合，也是結合學校的本身的自己的特色，還有它的教育的方針。好像勝利國小，我們就跟生態去做結合，把生態導入到茶的美學教學裡面來哈。那比較有趣的是響潭國小，在響潭這個地方因為真的是我每次開車到那邊去教，這個茶都要花將近1個小時20分鐘，從屏東市開到那裡是非常遠的。對，那這個地方有趣的地方是我把老人家樂齡的老人家，跟小朋友，把他生人呢同老人家是共下上課，一起教學，一起上課。那老人家呢，因為他就有一些生活的經驗啊，是，他就去認識一些植物啊，就會非常的敏感啊、敏銳啊，所以我們有一堂課就特別請老人家帶着小朋友們。我們去找青草茶認識搶錯對，青草茶，然後去認識社區周邊的這些植物，然後我們把它曬乾，然後變成是泡茶的材料，然後在課堂上來泡這個青草茶，自家摘茶。是，然後互相認識這個不同的植物在身體上的功效，然後老人家跟小孩子就能夠打成一片，哇，好特別，非常的開心。對，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有遇到那個學習障礙的學生，是跟比較會欺負小朋友的這個學生，那我們都讓他做到泡茶的這個茶主人的位置。茶主人。主人哦，那個不得人緣，讓人家比較討厭的那個學生呢，他必須要泡茶給他的同學喝啊。對，然後就發現，哎呦，為什麼要喝你的茶？不過，當然透過溝通，他們互相認識之後，那個心結打開了，他們關係也變好了。
是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对对对，那学习障碍的呢，他就是比较自闭一点。对，他心结没办法打开。那他做到这个茶主人位置，在同学的鼓励之下，他开始会主动的去泡茶来跟同学分享，那他心结也就跟着打开了。所以，我们透过茶的文化、茶的美学的教学，让这些学生们可以认识地方，可以认识自己的环境，同时也建立彼此之间的情感。那还有没有跟老人家的特别感动的故事吗？特别感动的是，曾经有一个就是小朋友，他的父母亲都在外面工作，然后家里是比较算低收入，隔代教养吗？隔代教养，由爷爷奶奶带。那我们特别在一次的运动会有办一个南洋山树下的茶会，是，然后小朋友亲自泡茶来招待自己的家人跟父母亲，那父母亲也特别因为这个小孩子运动会的时候想说，可以到茶桌上面泡茶，他们一定要来看看。对，所以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啊，坐上这个茶桌，喝到这个女儿亲手泡的茶，非常的感动。他没有想到说，他今天可以去喝到女儿亲手泡的一杯茶，所以当场这个家长，而且是男生，爸爸，他当场就是眼泪就滑下来了，我也跟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个情境，那个情境非常感人，非常感人。所以茶是我们算是客家里面很在地的、非常优秀的、优良的这个茶的奉茶的文化的精神，应该好好去发扬。真是的呢，刚才除了讲提学校的教茶文化以外，亮亮老师还有提沙器推动茶文化创模。是没错，所以我们透过茶不只是在茶席上，我们可以把它用美去感受不一样的这样的喝茶的情境，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扩大，大到一个茶的空间，然后大到一个茶的环境，所以我在屏东就有特别进到社区里面，来做一个所谓的成人教育的这个茶的美学的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进到社区之后，我们在许多的三合院，庙城广场，还有角落的空间，社区有社区角落，去营造这个喝茶的这个环境让那个老人家可以休闲放轻松，去到这个树下来喝一杯茶，去聊天，抒发他的这个压力然后同时也有很多的那个伴侣可以一起在这边来喝茶，培养感情，培养感情，是，所以这样子社区就是它也可以越来越活络啊，因为人的沟通越来越跟都市不太一样就越来越频繁了然后那样的一个你以往小时候可以感受到看得到的那个画面，在树下泡茶的这个画面都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又可以看得到了，是。所以透过一杯茶，我们可以去品味地方的风味，去了解地方的人情，然后同时可以发扬我们的客家奉茶精神对，奉茶的文化精神，是。各位观众朋友，今日我哋听亮亮老师讲嘅很多温暖嘅故事，那底下原來一杯茶底杯，有種茶人嘅辛苦，有做茶人嘅堅持，還有泡茶人嘅態度，全部喺一杯茶底杯感受得到。喺有限來到江口村，我記得入來狀況，飲一杯鹹鹹嘅有海風味嘅江口茶。今日謝謝亮亮老師來到現場，謝謝麗玲，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各位觀眾朋友，暗香風法，我哋下次見。一杯茶時，吸收日頭、日光、落山風，還有種茶人嘅汗同感情，能可以泡出清香富感嘅茶。高山茶有高山茶嘅韻味，江口茶有自家特殊嘅風味。了解自家特色，能用法度創造出自家嘅價值。茶係安尼，人也同樣，認識自家，欣賞自家，能可以行出自家嘅路哦。